提起黃大仙，大家可能即刻諗起求籤、拜神，但係近幾年呢區仲多咗一樣好有意義嘅傳統，就係舉辦臨摹書法節。大家一齊睇下呢個片段，有長者，有親子家庭，家長帶住小朋友齊齊拎起支毛筆，一筆一畫咁臨帖寫字，嗰份專注，嗰份寧靜，仲有一家人完成作品之後嘅笑容，真係令成個社區都充滿咗蜜香同埋人情味。嚟到今年2026年，適逢一個好特別嘅歷史時刻，長征勝利90週年。講到長征，1934年到1936年，紅軍用雙腳行出咗25000里嘅險路，跨過雪山，穿過草地，經歷咗無數場嘅硬仗，最終成功會師，標誌住長征嘅偉大勝利。呢場征途背後所代表嘅係一種超越時代嘅堅毅，唔怕困難同懷抱信念。呢種精神同我哋學習書法一樣，要坐得定，耐得住寂寞，一筆一畫都有力量，唔急躁，慢慢磨練先可以寫出風骨。所以今年嘅黃大仙區臨摹書法節唔單止係繼續傳承書法文化，更加係用筆墨向呢份長征精神去致敬。無論你係書法高手定係第一次接觸毛筆，都歡迎你帶住屋企人、朋友一齊參與，我哋一齊用筆墨寫堅持，用心感受歷史。到時見。